大家好，我係美斯。大家而家我本人係第一次拍片嘅，有咩不便就講啦。我教大家今日嘅車就係大型啲嘅貨車、運輸車。而家睇下相先。嗱，呢個就係個車正面、側面嘅。好啦，咁依家就嚟睇下架車。嗱，車可以分成兩節嘅，而其他嗰邊嗰啲細車就唔喐得嘅。如果大家中意玩嘅話呢，如果大家中意玩嘅啦，就自己去 APM 度買啦。我介紹嘅第二個運輸車就係一架運摩托車嘅貨車。嗱，依家睇佢嘅側面，依家睇呢個係佢嘅正面，第二邊嘅側面同後面嘅。而呢架車都同啱啱我介紹嗰架車都一樣可以拆開嘅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嘅話呢，都係去 APM 買啦。嗱，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